大家有冇諗過壞咗嘅電器都可以連繫社區，成為充滿人情味嘅古仔呢？復修號喺進行環保行動嘅同時，更加希望創造一個有溫情、有溫度嘅社區空間，透過連結社區唔同嘅人士，提供渠道俾佢哋展現能力，承傳復修技藝，建立一種你幫我，我幫你嘅互助精神。我哋亦透過幫大家復修，去保留物件背後嘅故事同埋回憶，喚醒翻大家嘅惜物心態。喺2018年，我哋受阿姆斯特丹一間 Repair Cafe 嘅啟發，想喺香港揾一個地方聚集社區入邊唔同嘅街坊，互相幫手復修舊物，建立一個復修社群。而我哋嘅工作分別有4大嘅範疇。第一，打造活齡社區。我哋義工團隊入邊有唔少嘅銀齡人士，佢哋可以喺度發揮所長，貢獻社區。識到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啦，咁可以一齊做維修啦。啲小朋友攞玩具嚟整咧，整翻好之後咧，佢哋會好開心㗎。我哋幫佢少少維修咧，已經可以復生㗎啦，嗰件電器。咁咧，我覺得唔使嘥咗佢係好開心嘅。第二，我哋收集過剩嘅電器資源，復修之後捐贈俾有需要嘅基層市民。好多謝復修號能夠送到呢把風扇俾我，拎佢周圍去都得，好實用。第三，我哋希望透過教育工作坊，促進唔同嘅人去認識同埋學習復修，特別係年青新生代，培養佢哋可持續生活技藝同埋態度。第四，減少浪費。好多時大家都覺得壞咗個電器就唔會再用得返，所以就掉咗佢。我哋就透過最實際嘅復修行動，直接延長家電嘅壽命，帶動社會建立復修代替購買呢個文化，減少浪費。呢度就係我哋嘅復修基地，由成立到而家，多得義工同埋市民嘅支持，我哋復修超過3000件嘅家電，成功率係超過80%嘅。如果你都想支持我哋嘅工作，歡迎大家可以報名參與復修工作坊，加入成為我哋嘅義工，甚至乎捐款支持，一齊推動復修文化。